喺香港，時間好似特別快，地方好似特別細，想俾爸爸媽媽一個好啲嘅晚年，但係樓價、人工、醫療，樣樣都係壓力。自己工作已經透唔過氣，仲要時刻擔心佢哋喺屋企係唔係安全。有時候會諗，難道安心養老對於我哋嚟講真係一件咁奢侈嘅事？或者出路唔係更貴嘅價錢，而係更明智嘅選擇，將目光放寬少少，移向1小時生活圈內嘅大灣區、中山三鄉。呢度同聲同氣，但係有香港難以比擬嘅開闊空間、舒緩節奏、清新嘅空氣。最重要嘅係，一個真正以醫養融合為核心嘅家園已經為你準備好啦。喺頤和居，我哋理解嘅養老唔係被動接受照顧，而係主動咁去享受健康、自主、有尊嚴嘅生活。呢一切由一個完整嘅體系嚟支撐，定期全面體檢加專屬家庭醫生長期跟蹤，將健康風險管控喺發生之前。從食得合味嘅營養膳食到被尊重嘅起居協助，捍衛每一份生活自主權，定制化康養，提升生活品質。24小時緊急救助系統，守護生命安全；專業化用藥管理，杜絕錯漏；豐富嘅社交與興趣課程，讓心靈找到歸屬與快樂。喺呢度，你收穫嘅遠不止周全嘅服務，而係一個可以自由散步、呼吸新鮮空氣嘅廣闊天地。一班興趣相投、可以隨時傾談嘅知己友鄰，一份可以徹底放低孤獨感與焦慮感嘅內心從容，係用香港一份基礎嘅養老預算，置換嚟嘅大灣區優質生活圈、專業醫療資源同真正嘅心靈歸屬地。俾壓力一個出口，俾未來多一個選擇，係時候為自己或者最愛嘅家人考慮一種更優嘅活法，重新定義大灣區醫養融合新生活。歡迎預約參觀，親身體驗。